你啉了吼，会使摕来用，会撑入去，安尼就会使。哎有呦，无？阿妈这招袂歹呢。啊，你塑胶袋内底吼，若是装饮料，另外一种方法吼，加刀摕出来，袂了出来呢。哎呦，好啦，好啦。哎呦！啊，是笑啥啦嘛？啊，甲你咧创啥？啊，这甲顶礼拜迄塑胶袋啊无共款啦，你伫遐用伫遐拗一个创啥啦？这代志无共呢。啊，无这是要安怎包？你就讲咩？我甲你讲有另外一种方法啦。紧讲啊！啊，袂使，我现在看节目吼，即出真好看。啊，搁有哦，这样。在，你敢证明要多少？甲之前同款啊。啊，石公只有1点半楼啊，是要去拜拜是创啥？我帮你听。阿妹，摕遮侪物件。林环落啦，你去好困哦。啊，困在内底哦，你才带落来哦。啊，有惊死人，你哪有一个囡仔徛伫遐？李相，为什么困我冰城？就啊，伊一个囡仔人藏伫遮，安尼唔好诶。迄个囡仔都无所在，人个气你。啊，你无敲定消费掉？哦，迄个是黑哥呀。就无走咧。阿妈迄饼生命迄个是你画啊？啊，你莫吵我。多一个。我在食面都迄啊。你在食面，我在食死球啊。敢若几个维护啊？迄哪是维护啊？迄是我直接做的。人个桌顶面莫有白搭。啊，伊是来遮大啊，做工课啊。即摆遮我是老大，听有无？哎呦，你这个家吧，你要做我老大。啥物家吧？啊哪有搁咧玩家莫啊？有白讲。啊，你看无？你毋就是家吧？我见过你啊。伊讲伊看无。什么是假吧？三字听有无？伊讲都目睭无好啊。医生讲，去暗时袂使一个人。我想讲，有一台就真方便啊。啊，你开会尔？啊，你学人赛车？这车怎来？因两个都是三年呐，一直咧玩家啦。我偷来的。你偷看车？你嘛真好打咧！四大尾啊！伊甲我迄阵白掉啊！所以你有偷的车，是无？啊，迄车真正是偷来的哦。啊，你偷看车哦？过来！上车！啊，要创啥？要创啥？你莫去要创啥？即马足红苗，要赛车啦！啊，伊毋是目睭无好，哪会要赛车？安尼敢袂使？哎呦哎！哎呦，腰身哦，那开干！哎呦，哎呦！我食嘛，迄我的饼呢？顶礼拜迄物件拢无要分我食，即摆一直食，一直食，一直食。拄我叫你教我安怎家保险嘛，无要甲我教，我就知你一定要甲我食好了。你这细细粒，细细粒，是咧养啥？是要甲我教袂啦？好啦，看了啊啦，要来甲你教。你这塑胶管啊吼，你啉了吼，会使摕来用，安尼甲你挂好去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挂开吼，甲泡开，甲伊撑入去。好，安尼，嘿，啊你就会使安尼拗起来，安尼缩起来，安尼就会使。哎有呦，无？阿妈这招袂歹呢。我嘛感觉袂歹呢吼，做好调，嘿伊就袂漏风啊。啊，你塑胶袋内底吼，若是装饮料，另外一种方法吼，你会使摕这个你不爱用的那骨茶啊，加刀摕出来，直接教吗？加开啊，加咧吼。好，安尼，这就会使摕来用，安尼来撑入去，吼，安尼吼，有看到吼？有。这就会使开安尼用起来，安尼甲伊锁起来，哎，安尼，嘿，嘿，袂了出来呢。你倒手嘛会放互掉啊？你讲安尼哦，
哎呦，漂亮漂亮，magic，没事，这个方法吼嘿是足实用啦。哎呀，毋过我若是要用这种方法，我就甲饮料直接放伫个新的垃圾内底就好啊。啥物抗地新的垃圾啊？你讲这新的垃圾？系啊，啊，你也甲伊锁起来啊，安尼嘛足环保的啊！你这垃圾袋啊，你不爱用啊，也是污气啊，垃圾气啊，你佫会使甲伊头安尼加落来安尼用呢？爱用无爱就对啦。嘿啦，安尼会使无？学着未？有啦有啦，有吼。敢有塑化剂哈，阿嬷。你莫用烧，你袂使放烧的啊！哦你若用烧的就有塑化剂。哦，塑化剂食伤济，迄个会较嘿，袂使啦，这现在袂使啦，袂会死啦。大汗。